立法院顶日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、选罢法、在位法。这宪诉法的修正案昨日是已经送到行政院，这行政院就要伫咧1月初2进前提出复议。也那民进党团是按算针对这3项法案申请释宪，嘛提出暂时的处分。不过，这阵提暂时处分的时间点，嘛引起调查争议。立法院顶日伫冲突当中，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、选罢法、在位法。其中宪诉法修正案已经伫2时送去行政院，行政院确定会伫法定的期限内，明年1月初2提出复议案。我们照我们的宪法，我们提出暂时处分释宪。那行政院一定会提复议案。民进党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救台湾。立法院民进党团表态，会对3大法案申请释宪，而且同步提出暂时处分，时间点可能会伫总统公告了后。宪诉法新法生效进前，会予所有备设大法官决定监视权益受理。那伫这个情形之下，作为暂时处分，会当以旧法的状态来进行释宪，予宪诉法新法上长冻过6个月，引起国民党立委的批评。今天我们宪诉法已经通过了，10个人才能开会。结果你8个人就要硬开会，用你这空窗期来碾压立法权。如果真的这样做，我觉得我不排除要去包围司法院了。现在在位法甲选罢法修正案，到2月下班进前，拢也未送去行政院。对3法爱共一个时间提出复议，也是分开来处理。根据了解，行政院会看法案送到位的时间来定，嘛会持续讨论，敢是嘛要提出释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